之後呢，下一個步驟就係轉移到輪椅上面啦。唔好睇輕呢個步驟啊！原來放置輪椅嘅位置同埋每一個動作都有好多需要注意嘅地方。第一個個案就係協助雙腿稍弱嘅長者轉移到輪椅上邊，再協助佢坐直，然後可以將整個背部坐貼椅背。我哋一齊嚟睇下。若果長者雙腿稍弱，就可以考慮從正面協助佢過凳。呢個方法亦都適用於其他嘅情況，例如長者只有一邊身乏力，但係目的地又喺佢嘅患側，又或者係室內比較空間狹窄嘅地方。正如之前提及嘅扶抱8大原則，第一項係事前準備，首先清除障礙物，協助長者預備，例如着好鞋咁啦。另外唔好忘記了解長者當時嘅狀況。若床嘅高度係可以調校嘅話，就要將床嘅高度調校到與輪椅嘅相若。當然，事先要知會長者，等佢可以有所準備。將之前預備嘅輪椅拉近，以90度貼近床邊，咁樣就有足夠嘅空間俾護老者轉移長者啦。跟住就要鎖好輪椅，指示長者盡量坐近床邊。如果長者需要協助，護老者可以一隻手承托長者嘅肩膊，另外一隻手托住長者嘅盆骨底部，然後以前後腳紮馬企穩，下肢發力，保持腰背挺直，協助長者將重心左右慢慢移動，同時每次移出少少，重複直至坐近床邊。長者雙腳要放好，實踐大約喺腳尖上方。跟住視乎長者嘅活動能力同埋長者與護老者嘅身高比例，指示長者將雙手擺放嘅位置。要注意，長者唔好用手去拉護老者，以免引致兩個人都失去平衡，引致受傷嘅。護老者要穩固咁承托長者嘅肩膊，其中一個方法可以以前臂承托長者嘅肩膊位置。呢個係8大原則中嘅第4、第5項。姿勢方面，護老者要保持腰背挺直，收腹紮馬，雙膝微曲。因應長者嘅下肢力量，護老者可以用唔同嘅方法，以自己嘅膝部輕輕支持長者嘅膝部。雙腳前後紮馬，前腳尖指向長者，後腳尖可以先指向輪椅，或者轉移嘅時候轉至指向輪椅，以幫助重心轉移。然後護老者發號施令，1、2、3，用手臂扶起長者。要注意呢個時候要以下肢發力。當長者嘅臀部剛剛離開座位嘅時候，就可以將長者轉移到去輪椅上高。要留意喺轉移嘅過程當中，長者係唔需要完全企直嘅。等我哋再睇睇整個過程啊！留意畫面嘅特寫位置，尤其係護老者承托長者肩胛骨嘅手勢，護老者腳部嘅轉動，護老者腰背挺直嘅姿勢，同埋長者臀部同輪椅之間嘅距離。